人點解冇法跳脫輪迴？因為做人相當容易迷失喺五蘊構成嘅世界裏面。我哋嘅身心由五蘊、色蘊、物質、受蘊、感受、想蘊、知覺、行蘊、行為、識蘊、意識呢五大元素所組成。其中只有色蘊係屬於物質層面，其餘四種屬於精神層面。五蘊構成咗人身，成為我哋嘅習氣、習性。若果要打破輪迴，應該懂得點樣睇見自己嘅習氣。咁我哋該點樣覺察與辨識自己嘅習氣呢？通常惡習氣會出現此三大特徵，為自我膨脹、唔聽勸、永遠怪人哋。其中永遠怪人哋被視為極需留心同埋轉化嘅惡習氣，總係將錯誤怪罪於自己以外嘅人事物，表示此人一直處於無明嘅狀態，執着於自認為嘅錯誤中，就會執着於呢一份自我徒增嘅煩惱中，同佛法嘅緣當中世事無常嘅道理相互抵觸，久久無法自省。想從呢份無明中清醒過嚟，必須從自身執着嘅姿態中起身，發現自己所謂嘅壞事源於自己散發出嘅惡習氣，促使我哋將無常嘅發生皆視為壞事，並非外境嘅人事物本身嘅氣味導致。當我哋識得辨識自己嘅習氣狀態，正視惡習氣，培養善習氣，就開始咗自體化業力為願力即善運作機制。了解自身習氣嘅運作機制後，當我哋發現自己正喺度散發惡習氣，可以即刻採取放下惡習氣嘅日常活法小練習，嚟確實俾自己返到清淨嘅狀態。做一個清淨嘅人，先要放下惡習氣，認識內心與行為錯誤。請記得覺察惡習氣，培養善習氣係幸福活法嘅第一步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步。當我哋執着嘅心因為習氣嘅轉變而暢通咗，前方嘅路就通咗。鍾意我哋頻道，請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同埋開啟小鈴鐺。